30蚊海鮮團利有撐政改。呢一個鯉魚門海鮮團7餸1湯，有白灼山蝦、蒸元貝，仲有椒鹽鮮魷同埋鹽焗雞添。咁豐富，每人只係要30蚊啫，仲有禮物同埋專車接送，參觀埋海防博物館添。咪住，尾站居然係去維園參加政制向前走大聯盟嘅撐政改活動，仲標榜有歌星睇添。原裝嘅撐政改遊行講明要去到立法會遞交請願信，但係呢個海鮮團呢，就去到波斯富街就解散啦，咁咪即係明屈人做媒咯。搞海鮮團嘅跑馬地居民協會同埋新世紀協會會址都係一樣，我哋上到去問，賣晒啦，呢個團好有限啫嘛。而家冇噶啦，冇啦，一個兩個都冇咯。都冇啊！我哋個名額好有限，沽晒啦已經。呢兩個團體嘅主席都係東區區議會委任議員劉興達，而另一個有份搞嘅灣仔區議員黃宏泰喺區議會提出撐政改動議。原來都係親建制人士，難怪要出嚟抽水組團撐政改啦。